阿彌陀佛，諸位同修，大家好。很多老人家在坊間上聽到一句話，說家門口千萬別隨便讓人進來，這叫送氣，是風水利的大忌。有些人聽了心裏就很害怕，常常提心吊膽，甚至在門口掛上各種擋煞的法器，生怕外面的人一踏進家門，就把晦氣病氣或者是倒霉的運氣吸帶了進來。我們人到了一定的年紀，經歷了半輩子的風風雨雨，對家的這個概念會看得比什麼都重。年輕的時候，我們在外面拼搏，總覺得房子要大，裝潢要好。可是到了中年以後，特別是看着孩子長大，自己漸漸退下來之後，才會慢慢明白，一個家真正的富貴，不是房子有多寬敞，而是這扇門關起來之後，家裏有沒有那份讓人安心的安處。諸位同修，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？有時候半夜醒來，看着客廳裏神明廳的紅燈微微亮着，聽着老伴在旁邊均勻的呼吸聲，心裏卻忽然沒來由地感到一陣不安，總是會忍不住去操心孩子在外面工作順不順利，他們怎麼這麼久沒有回家也煩了，回來了又為什麼總是待在房間裏，不願意坐在客廳陪我們這老人家多說兩句話。夫妻之間明明沒有什麼深仇大恨，可是只要一開口，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會帶着幾分怨氣，最後總是不歡而散。其實我們心裏很清楚，家裏明明不缺吃不缺穿，也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大災大難，但這個怎麼感覺就是少了一點溫暖，多了一絲冷清呢？很多人遇到這種情況，就會開始向外求，去問神，去卜卦，去看看是不是家裏的風水擺錯了位置，是不是大門開錯了方向，或者是那個來家裏作客的親戚朋友八字跟我們不合，把不好的氣給送進來了。但佛法不是這樣教我們的。淨空老法師常提醒我們，佛門裏講醫報，隨着正報轉。什麼是醫報？我們的家庭環境，我們的居住空間，我們遇到的人事物，這些都是醫報。什麼是正報？正報就是我們自己的這顆心，我們的起心動念。如果我們用生活中的現象來打個比方，一個就像是一塊乾淨的海綿，而這屋子裏流動的空氣就像是水。如果我們每天在這個家裏談論的都是感恩的話、包容的話，一句清淨的阿彌陀佛，那這塊海綿吸飽的就是清涼甘甜的法水。相反地，如果這扇大門敞開，我們放任那些喜歡搬弄是非、抱怨連連的人進來，或者我們自己每天在客廳裏對着電視機上的社會新聞生氣，對着晚輩的生活指指點點，那這塊海綿就會一點一滴地把這些怨氣、怒氣吸收進去。久而久之，這塊海綿發酸了、發臭了。孩子一進家門，雖然眼睛看不到這股氣，但他們的心裏會感覺到壓抑，會覺得不自在。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吃完飯就想往外跑，或者躲進房間裏關上門的原因。所以傳統上說家門口不要隨便讓人進來，這句話如果從佛法的智慧來看，是非常有道理的。只是他防的不是外面的鬼神，也不是別人身上的霉運，他真正要我們防的是那些會擾亂我們清淨心的雜音與惡緣。守住家門口這方寸之地，其實就是在守護我們的六根，我們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不讓眼睛看太多擾亂心神的是非，不讓耳朵聽太多別人的閒言閒語，更不讓我們的嘴巴順着別人的話去做下無謂的口業。這才是真正的把門看好，門看好了，心就安了，心安了，家裏的磁場自然就祥和了。既然家門口這方寸之地這麼重要，那我到底該防些什麼？是不是要多掛幾個平安符，或是門檻要加高一點？這就牽涉到我們今天要講的一個很深的迷思。我們枉耗費了極大的心力去防外面的賊，防那些看不見的鬼神，卻毫無防備地放任無名與是非大搖大擺地走進了家門。在台灣，
我們許多中高齡的長輩對家庭的保護意識是非常深厚且虔誠的，過年過節一定會在門口貼上嶄新的春聯，祈求平平安安。遇到農民曆上說今天日子不好，有衝殺，我們出門迎客都會特別小心翼翼，甚至有些同修會在家門口掛上八卦鏡、山海鎮，或者在客廳的神明廳、祖先牌位前早晚乾繩上香，點上一盞溫暖的長明燈，求佛菩薩和祖先保佑這個家家運昌隆，子孫平安。這些舉動出發點都是滿滿的愛，是為了保護我們最在乎的家人。這份守護家庭的心意，在佛法看來也是非常珍貴且值得肯定的。但是我們卻常常在這些外在的儀式中忽略了一件更根本、更重要的事情。我們不妨用一個生活上的常識來打個比方。我們的心，或者說我們的家，就像是一座我們辛勤耕耘、精心佈置的花園。為了保護這座花園不被破壞，我們築起了高高的圍牆，裝上了堅固的鐵門，防着外面的野狗跑進來踩灰草皮，防着小偷進來偷走我們辛苦栽種的花朵。可是每當白天我們把大門敞開迎客的時候，我們卻熱情地把一些常常帶着雜草叢子的人吸引了進來。什麼是家庭裡的雜草叢子？就是我們日常生活裡最容易犯的口業，以及那些夾帶着無名煩惱的是非。人到了晚年，從忙碌了半輩子的工作崗位上退下來，孩子們也各自成家立業，外出打拼了。平時白天家裡只剩下自己和老伴，有時候心裡難免會覺得空落落的，有一種退休後的孤獨感，甚至覺得自己不再被社會和家人需要了。這時候，如果鄰居來串串門子，或者老朋友來家裡泡茶聊天，我們總是特別高興，覺得家裡終於有了生氣，熱鬧了起來。可是大家坐在一起泡着茶，嗑着瓜子，聊的都是些什麼內容呢？一開始可能只是互相問候身體，但聊着聊着，話題往往就變了調。有人開始抱怨自己的媳婦不懂事、不煮飯，有人開始批評現在的社會風氣有多差，電視上的新聞有多糟糕，也有人特別喜歡東家長西家短，議論隔壁，巷子裡那家人最近發生了什麼見不得人的醜事。我們坐在旁邊聽着聽着，有時候為了迎合客人的情緒，也不自覺地跟着附和幾句，甚至一時沒忍住，把自家孩子不聽勸、老伴脾氣固執、自己看病吃藥的重重煩惱，也一股腦地倒了出來，變成了抱怨大會。大家聊得口沫橫飛，當下覺得心裡的鬱悶好像發洩出來了，甚至覺得找到了同病相憐的知音。可是當客人支開大門一關，你靜下心來體會一下，你有沒有發現，原本乾淨清爽的客廳突然變得氣氛很沉重。你坐在沙發上，不但沒有覺得放鬆，反而覺得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疲憊與焦躁。有時候這股無名火還會發洩到剛下班回家的老伴或孩子身上。這就是因為我們在不知不覺中，讓別人在我們的花園裡撒滿了抱怨、貪婪、嗔恨的雜草叢子。這些叢子一旦落在家裡，就會開始生根發芽。我們可以參考淨空法師洗稿 TXT 這份文件所提示的核心精神。老法師常語重心長地提醒我們，語言是有能量的，起心動念更是有磁場的。我們怕鬼神，怕風水不好，其實外在的風水都比不上人心裡生起的貪嗔癡來得影響深遠。一句充滿怨氣或批評的話，就像是一團黑氣。當我們在客廳裡談論這些是非時，這團黑氣就在家裡的空氣中彌漫開來。這就是佛教裡常講的無明與業力。無明就是我們看不清楚事情的真相，任由負面情緒和煩惱做主。因果就像是一本存摺，它不是迷信的計算，而是提醒我們在家庭裡的每一個念頭、
每一句閒話都在無形中累積我們這個家的生命方向與磁場。如果每天傳進去的都是抱怨和是非，家運怎麼會平穩呢？當孩子晚上下班回到家，一打開門，迎面摸來的不是溫暖的飯菜、香緩安定的氣氛，而是白天殘留下來的那種隱隱約約的怨氣與躁動。年輕人雖然不懂深奧的佛理，也看不到這些無形的磁場，但他們的心是很敏感的，他們會直覺地感到怎麼一回家就覺得好累，怎麼家裡有一重無形的壓迫感，於是他們草草吃完飯就立刻躲進自己的房間，把門鎖上，不願意跟我們多交流。這時候我們做長輩的看在眼裡，痛在心裡，我們會覺得無比委屈。我辛辛苦苦把家打理得這麼乾淨，飯菜煮得這麼好，你怎麼都不理我，怎麼這麼不懂事？於是我們又開始生氣、抱怨，夫妻之間也可能因此互相指責，家庭氣氛降到了冰點。這不就應驗了那句老話：家裡的福報就這樣在每天不知不覺的口業中，被一點一滴地消耗掉了嗎？一個人晚年能不能心安，臨終能不能走得安穩，很多時候就看我們這一生有沒有在日常生活裡把這些怨結慢慢解開。所以我們常說要守住家門口這方寸之地，這的絕不僅僅是那一扇木門或鐵門，而是我們這顆心的門，是我們這張嘴的門，不該聽的話不聽，不該說的閒話不說，這才是真正的不隨便讓人入。那麼具體來說，這從不知不覺中把無明與是非帶進家門的狀況，到底在生活裡是個什麼樣的場景？我們來分享一位曾聽過的老同修的真實經歷。有一位老同修，我們就叫他林師姐吧。林師姐為人非常熱心，年輕時吃過苦，現在退休了，家裡經濟又穩定，他就特別喜歡廣結善緣。他家一樓的客廳很大，每天下午左鄰右舍、親戚朋友都喜歡來他家泡茶聊天。林師姐也總是很熱情地準備點心、水果招待大家，家裡看似人氣很旺，熱鬧非凡。可是有一段時間，林師姐心裡卻非常苦惱，甚至常常在自家神明廳前默默流淚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她發現家裡的人雖然沒有生什麼大病，也沒有經濟困難，可是家庭氣氛卻降到了冰點。人子和媳婦每天下班回來，總是喊着好累，匆匆排了幾口飯，就立刻都回樓上房間，連一句話都不願多說。老伴也總是眉頭深鎖，常常為了客廳裡一點小事發脾氣，甚至嫌棄他：你每天招惹那麼多人來家裡做什麼？吵死了！林師姐覺得自己委屈極了。我對大家都這麼好，熱心招待客人，難道我錯了嗎？為什麼我的家卻一點都感覺不到溫暖？後來林師姐來到道場，聽了淨空老法師開示精神理講述關於口業與家庭磁場的道理，她才恍然大悟，找到了家裡不安處的真正原因。原來那些每天來家裡喝茶的客人，聊的都不是什麼清靜的話題，張家長、李家短，誰家的媳婦不孝順，誰家的人子投資失敗了，又或者是對着電視新聞大罵社會不公。林師姐為了不冷場，也常常跟着附和，甚至把自家媳婦不幫忙做家事，人子工作太忙不理她的委屈，也拿出來跟着抱怨。從佛法來看，這不是誰配，也不是誰命不好，而是我們過去的習氣、言語、念頭，在家庭裡慢慢累積成一重氣氛。林師姐家裡的客廳看似裝滿了熱情，實際上卻被倒滿了怨氣、閒話與負能量。我們的心就像一杯原本清澈的水，每天大家在這裡抱怨、生氣、批評，就等於是不斷地把泥沙往這杯水裡倒，又拿根筷子拼命地攪和，這水怎麼能不濁呢？這就是我們常說的，家裡的磁場亂了，人子媳婦雖然白天不在家，但他們晚上一進門，這整個空間裡殘留的濁氣與躁動，就會讓他們本能地感到壓抑和疲倦。他們不是不愛這個家，而是這個家的氣氛讓他們無法放鬆。佛法可貴的地方
就是告訴我們，只要現在願意回頭，願意改口、改念頭、改待人的方式，緣就會慢慢轉。林師姐看破了這一點後，做了一個決定。她開始學着溫和地婉拒那些純粹聊是非的聚會。一開始，朋友們覺得她變冷淡了，但她只是笑笑地說：年紀大了，多留點時間給自己念念佛，清靜一下。客廳空出來了，變得安靜了。林師姐每天下午不再泡茶聽是非，而是打開念佛機，自己坐在沙發上跟着念阿彌陀佛。他不求什麼神奇感應，只求把散亂的心一點一點帶回清靜。就算偶爾有朋友來，只要話題一轉到批評別人，林師姐就溫和地把話題帶開，或者微笑不語，在心裏默默念佛。就這樣過了不到半年，林師姐發現家裏的氣氛不知不覺變了，老伴不再那麼容易發脾氣了，有時還會跟着她一起聽聽佛號。最讓她高興的是，人子和媳婦下班回來，居然願意留在客廳，坐在沙發上陪她看一會兒電視，聊聊工作上的事了。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？因為林師姐真正懂得了把門看好。她把外面的是非擋在了門外，把客廳這杯濁水放着不動，透過念佛，讓泥沙慢慢沉澱了下來。家裏有了清靜的氣場，孩子自然就覺得溫暖，願意靠近了。聽了林師姐的故事，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些共鳴。有些家庭會遇到這樣的情況，我們總是怪孩子不親，怪老伴脾氣差，卻沒想過，這可能都是我們隨口做下的口業惹的禍。傳統風俗理常警告我們，家門口有送氣大忌，怕別人帶來晦氣。但從佛法的因果道理來看，真正會破胚家運、敗胚家庭風水的氣，往往不是外人送來的，而是我們自己每天在家裏不知不覺中透過嘴巴做出來的。佛法告訴我們，口業就像蟲子，我們每天在家裏說的話，就是在一片又一片地播種。一句好話，一句溫暖的安慰，是在家裏種下善因；而一句惡言，一句抱怨，也是在家裏撒下惡的種子。這些種子吸收了家裏的情緒，遲早會在家裏發芽。結果，我們很多中高齡的同修，一輩子為家庭付出，心底明明很善良，可是為什麼家裏總是爭吵不斷？往往就是因為犯了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機蟲口業大忌。今天我們就來拆解一下。看這些所謂的送氣大忌，是不是也常發生在我們自己家裏？第一忌，習慣性地翻舊賬，把過去的怨氣重新請回家。有些夫妻或婆媳之間，明明當下沒發生什麼大事，可能只是為了晚餐吃什麼，或者東西擺放的位置起了一點小口角。我是吵着吵着，就有人開始翻舊賬了。你30年前是怎麼對我的？你媽當年說了什麼難聽的話？我記到現在，諸位同修，30年前的恩怨早就過去了，那個當下的氣早就散了。可是當我們把這些陳年舊事重新翻出來講的時候，就等於是我們自己打開了家門，把30年前的委屈、憤怒、悲傷原封不動地又請回了現在的客廳裏。我們常說家裏氣氛很沉重，你想一個小小的客廳，如果塞滿了過去幾十年的怨氣，這個家怎麼可能明亮？怎麼可能讓人覺得輕鬆呢？淨空老法師常提醒我們，過去的就讓它過去，老是把過去的煩惱放在心上，掛在嘴邊，這就是拿過去的痛苦來折磨現在的自己，也折磨身邊的家人。第二忌，以愛為名的刀子嘴豆腐心，用惡語傷了最親的人，這在台灣的家庭裏非常普遍，特別是我們做父母的對待孩子。我們總覺得自己是長輩，出發點是為了孩子好，所以講話就很直接，甚至很刺耳。比如孩子晚上加班到很晚才回家，做母親的明明在客廳等得很焦急，心裏非常擔心孩子的身體，可是當孩子一推開門，母親脫口而出的卻是：你還知道回來啊？
你乾脆把公司當家好了，身體搞配了不要來找我。孩子上了一天班，本來就身心俱疲，一進門聽到這樣的話，他會覺得這是愛嗎？他聽不到母親心裏的豆腐心，他只感覺到迎面飛來的一把把飛刀。於是孩子可能什麼都不說，臉一沉，直接回房間，砰地一聲關上門，留下母親一個人在客廳裏默默流淚，覺得自己一輩子的辛苦都白費了，養了個不知感恩的孩子。這就是最讓人痛心的口業。我們的心是好的，但我們嘴裏吐出來的氣，卻是充滿責備與情緒的濁氣。這股氣不僅把孩子推得更遠，也把家裏的溫暖給吹散了。第三季毫無覺察地傳播是非，讓家裏成為負能量的垃圾桶。很多人喜歡在家裏跟朋友聊八卦，或者坐在電視機前看着社會新聞，一邊看一邊罵。這個官員怎麼這麼貪污？那個年輕人怎麼這麼敗類？我們總以為對着電視罵幾句有什麼關係？反正電視裏的人又聽不到。可是諸位同修，電視裏的人聽不到，但我們自己的耳朵聽到了，我們的心感受到了，而且這些充滿憎恨與批判的語言，清清楚楚地留在了我們家裏的空氣中。佛教講因果，因果就像一本存摺，不是迷信的計算，而是提醒我們每個念頭都在累積生命方向。我們每天在家裏談論是非，批評別人，就等於是在我們這本家庭存摺裏不斷地傳入無明與負能量，久而久之，家裏的人脾氣會越來越暴躁，遇到事情也容易往壞處想。這難道不是我們自己把不好的氣給送進家門了嗎？諸位同修，我們靜下心來想一想，這些大忌，我們是不是多多少少都犯過？佛法不是來責備我們的，是來教我們怎麼把心安住。我們之所以會犯這些忌諱，往往是因為我們心裏有苦，有放不下的擔憂，有渴望被理解的委屈。但我們要明白，用帶刺的語言是換不回溫暖的擁抱的。改命先從改心開始，心念一轉，講話的口氣就轉，口氣一轉，家庭的氣氛就轉，家庭的氣氛一轉，很多原本僵住的緣也會慢慢重開。既然我們已經看清楚了這個破杯家庭磁場的元兇，那我們到底該怎麼辦呢？我們幾十年的習慣，說改就能改嗎？佛法裏有一個非常善巧也非常貼切的比喻，佛法把我們的心比喻成一棟房子，而我們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就像是這棟房子的六扇大門。我們每天張開眼睛看電視上的社會新聞，耳朵聽鄰居親戚講閒話，嘴巴跟着別人一起批評抱怨，這就等於是把這六扇大門完完全全地敞開着，連個警衛都沒有。外面的風風雨雨，別人的貪嗔癡，社會上的煩躁與不安，就這樣堂而皇之地吹進了我們心裏的這棟房子裏，把原本乾淨的客廳弄得烏煙瘴氣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待在家裏，卻常常覺得心神不處，莫名的焦躁。那該怎麼辦呢？我們需要給這間屋子找一個守門員，依照淨土法門的教導，這個最盡責、最有力量的守門員，就是一句阿彌陀佛。很多同修對念佛有一重誤解，以為念佛是為了求佛菩薩保佑我們發大財，或者是生病了不用看醫生就會奇蹟般地好起來。其實淨空老法師常提醒我們，念一句阿彌陀佛不是求神奇感應，而是把散亂的心一點一點帶回清淨。這句佛號是讓我們拿來守門的，這門具體要怎麼守？我們來看看生活裏的真實情景，比如說，當老伴又因為一件芝麻綠豆大的小事，在客廳裏對着你碎碎念，你聽了心裏覺得很委屈，那把無名火正要燒起來，眼看着又要演變成一場激烈的吵架時，這時候你心裏的那扇大門正要被憎恨給狠狠撞開了，怎麼辦？你要趕緊在心裏提起一句阿彌陀佛，用這句溫和而堅定的佛號，把已經到了嘴邊的那句傷人的話，那句準備翻舊賬的氣話，
硬生生地給吞回肚子裏，你先不開口，先在心裏默念3聲阿彌陀佛，你會發現就這短短幾秒鐘的停頓，那股衝腦的火氣就降下來了一大半。這就是用佛號在守門，你不開口反擊，這個惡緣就結不起來，家裏的空氣就保住了一分清靜。再比如說，有老朋友來家裏作客，聊着話題又走偏了，開始批評別人家媳婦不孝順，或者抱怨社會制度不公，你的耳朵聽進去了，心裏正準備跟着附和幾句，把自家的苦水也倒出來。這時候心裏的大門又要被是非給攻破了，這時趕緊在心裏念一句阿彌陀佛，提醒自己一句話出口是結善緣還是結惡緣。很多人的家運不是敗在外面，而是敗在每天不經意的口業。別人的家務事，我們不做口業，社會的亂象，我們用善念去回向，但不跟着謾罵。你可以微笑着給客人添杯熱茶，把話題巧妙地帶到健康養生，或者在心裏默默念佛，這樣你就把這股是非的濁氣成功地擋在了心門之外。除了在心裏用佛號守門，我們嘴巴上的功夫也要跟着轉。我們要練習改口業，少責備，多祝福，少翻舊賬，多說感恩。就像我們前面提到孩子晚歸的例子，做母親的心裏明明是擔憂，就不要用帶刺的話去傷害他。當孩子推開門，拖着疲憊的身體走進客廳的那一刻，我們把原本那句冷嘲熱諷的“你還知道回來”換成一句溫和的關懷回來啦。今天工作辛苦了，桌上有熱湯，喝一點再去洗，澡休息吧。諸位同修，你試試看，當你講話的口氣少了責備，多了這份慈悲的包容時，孩子原本因為工作壓力而緊繃的肩膀，瞬間就會放鬆下來。他會感受到這個家是安全的避風港，而不是另一個需要防備的戰場。這做起來容不容易？說實話，非常不容易。我們幾十年的習氣，常常我們還沒意識到脾氣就已經發出來了。但正因為不容易，我們才更要每天去練。家中一盞燈，一個人先點亮，家裏就多一點光。有時候同修會抱怨，都是我在忍，老伴脾氣還是那麼呸，孩子還是不聽話，有什麼用？請記住，我們不要求別人先改，只要我們自己這扇門守好了，我們自己不發脾氣，不做口業，我們身上的磁場就會越來越清靜。久而久之，這種清靜祥和的氣氛一定會慢慢去感染身邊的家人。一個人晚年能不能心安，不只看身體，也看這一生有沒有把怨結慢慢解開。我們用一句阿彌陀佛把好門，不是為了別人，是為了我們自己內心的安處，也是為了給子孫留下一個祥和的家風。那麼在每天從早到晚柴米油鹽的平淡生活裏，我們究竟該怎麼具體去落實這份清靜？如何真正把我們這個家變成一個讓人安心的道場呢？我們不妨把一天的生活分成3個階段來練習。這不是要求大家每天什麼事都不做，只盤腿坐在客廳裏，而是把修行融入到生活的點點滴滴中。第一，早晨的定心，點亮家裏的第一盞燈。很多老人家習慣起得早，早上起床後，家裏往往非常安靜。這時候，你可以先到家裏的神明廳或佛菩薩聖像前，雙手合十，虔誠地上3炷香，或者供上一杯清水。這個動作不是在求神明今天賜給我們什麼好運，而是藉着這杯清水提醒我們自己的心，今天也要像這杯水一樣清靜平等，不起波瀾。上完香後，不要急着打開電視看晨間新聞，也不要馬上開始操心今天要去哪裏買菜，等一下媳婦出門會不會塞車，給自己留15到30分鐘的時間，坐在沙發上或者在佛堂前，安安靜靜地念阿彌陀佛，每天固定時間念佛，不求感應，先求心安。這早上的幾十分鐘非常重要，它就像是為你一整天的心情定下了一個平穩的基調。
第二白天的守門，不攀遠小閒話。到了白天，我們出門去菜市場買菜，或者在巷口遇到鄰居、老朋友。大家見面打招呼是很正常的人情世故，但我們心裏要一把尺。如果鄰居開始抱怨，哎呀，現在菜價怎麼這麼貴，政府都不知都在做什麼，或者是說起誰家婆媳又吵架了，這時候我們只要微笑着點點頭，聽聽就好，千萬不要跟着一起罵一起批評。你可以溫和地說，大家生活都不容易啦，我們顧好自己的身體最重要，然後找個理由客氣地結束對話，這就叫不攀緣。不攀緣不是叫我們變得很冷漠不理人，而是不主動去招惹是非，不讓別人的負面情緒黏在我們身上，更不把這些外面的閒言閒語帶回家裏。一句好話從善因，一句惡話又會在家裏發芽。我們白天在外面把嘴巴管好了，晚上回到家自然就沒有那些亂七八糟的俗氣。第三，晚上的回向，用善念化解家庭的怨結。到了晚上，孩子們陸陸續續下班回家了，這是考驗我們守門功夫最關鍵的時刻。有時候孩子工作了一天，臉色可能不太好看，或者吔飯的時候一言不發，這時候我們做長輩的心裏難免會覺得失落，甚至想開口念他們幾句。請記住，這時候千萬要把嘴巴閉緊，把念頭轉過來。我們可以在心裏默默地為孩子念佛。看到老伴咳嗽，我們在心裏念佛祝福他；看到孩子疲憊，我們在心裏念佛祈求他平安。在睡前，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回向，把我們這一天念佛的清淨心、包容家人的忍耐心、不說閒話的善念，回向給父母、祖先、冤親債主、家人與一切受苦眾生，祈求阿彌陀佛慈悲加持。讓這個家裏的每一個成員都能夠身心安泰，化解彼此之間有意無意結下的怨結。諸位同修，布施不一定是錢，可以是時間、內心關懷、原諒。我們用包容的心去看待家人的不完美，這就是在對家人行最大的布施。當我們每天都這樣腳踏實地去練，慢慢地你會發現，不需要改變家具的擺設，不需要掛什麼風水法器，你家裏的空氣就自然變得柔和了。因為真正的好風水是你身上那份被佛奮發出來的慈悲與安定。我們今天聊了很多，從老一輩常說的家門口別隨便有人進來，一路談到了如何守護我們的六根，如何用一句阿彌陀佛來防範口業這最大的送氣大忌。人到中年以後才會明白，真正跟着我們的不是房子、存款、人旅，而是這一生的起心動念。我們大半輩子都在為家庭奔波，到了晚年，真正的富貴已經不是存摺裏有多少個零，而是每天晚上關起門來，老伴在身邊。孩子願回家，心裏沒有恐懼，沒有怨恨，只有一份踏踏實實的平靜。這份平靜是求不來的，也是買不到的，它必須靠我們自己，把心裏那些計較、是非、貪嗔癡的雜草一根一根地拔除掉。淨空老法師常提醒我們，佛法流傳到今天，不只是靠經書，也靠個人願意把一句善言傳給另一個人。你聽懂一句，照着做一句，家裏就多一分安定，這才是真正把佛法落實在生活裏。我們這個頻道淨空明心燈，不是要向大家化緣，也不是要大家迷信什麼神奇感應。我們只是希望把老法師開示中勸人念佛、行善、改過、放下的精神整理給更多有緣人聽。這世間有太多人在家庭關係裏受苦，在病痛與老去中感到孤單。我們希望能給這些同修點亮一盞安心的燈。如果今天這段話讓你心裏有一點安定，或者讓你對家裏那些打不開的結有了一點點釋懷，歡迎你在留言區留下一句阿彌陀佛。你可以把這份清淨的善念回向給你的家人、你的祖先，也回向給世上所有正在為家庭煩惱受苦的人。若你身邊有朋友正為家庭不和、子女不親而煩惱，你也可以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他，這也是一重法布施，讓他多一個安心的因緣。願我們都能守好家門，
更守好心門，不認是非，只認清靜。祝願大家家和萬事興，念佛心常安，阿彌陀佛。